讲到霹雳布袋戏，这36年来头一场大型演唱会，10月要伫咧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出。这届是一拍上百位霹雳布袋戏经典角色，也搁再邀请歌手着西庆、黄山亮等等来演唱，甲这传统的戏剧结合着科技，打造4D 舞台，互观众朋友有无同款的体验。情拢在阮心中汹涌。由歌手西庆唱出这条《汹涌》，是霹雳布袋戏内面经典歌曲，嘛是侪布袋戏迷回忆。今年霹雳有全新的突破，36年以来头一届举办布袋戏的演唱会，甲传统的戏曲加入科技，以4D 浸水式的模式演出，佮加入旁边的体验，互观众唔能用目睭耳孔感受，佮会当用鼻的。本来传统文化就是爱甲科技甲 AI 吼行做伙。安尼较会当不断是的这个进步啊，咱这个传统文化咧，也较会当永远吼叫流传落去。这届演出除了现场超过100的霹雳英雄共台，第一男主角素还真有49位分身同齐现身，演出经典戏出。霹雳36年以来推出4000多条的歌曲，7位布袋戏的歌手，包括西庆、黄山亮等等的人，会配合布袋戏的演出，现场重现经典歌曲。一寡我的经典的歌，人大家爱听，所以我会个特别安尼落训练啦，惊唱唔对，所以留大家心目安尼。好，然后我们每次在高雄的演唱会都特别的成功，特别的受欢迎。霹雳经典10月19、20要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出，透过传统的红仔、真人歌手，佮有所谓科技的元素做伙结合，戏迷是真期待。唔知影霹雳布袋戏佮会当变出啥物新步数？记者钟丽辉、邱兆荣高雄报道。